公子，这是班世子差人送来的，说是谢礼。打开看看。竟然是《寒山望月图》，没想到班府竟有如此珍品。这画很贵吗？这《寒山望月图》乃前朝名家封笔之作，时人远离妻子，独居寒山之上，千山相隔，道不尽绵绵相思。秋山明月，孤鹤影，独坐云顶，一枝亭。这班世子送的礼，好生奇怪啊！你当真以为是他送的？难不成是班郡主啊？不行，得赶紧把这画送回去。确实要送，不过是送个回礼。啊？少爷，这是夫人当年大婚时带的，您这是想……母亲一向喜素。我小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这个首饰，嫣红似血，却又沉静内敛，我便忍不住想，究竟是何人才能配得上这套首饰？少爷是想……这是我家公子送给世子的回礼，还请务必收下。回礼？我送什么了？传播要给我回礼？送了什么？世子问君主便知。杜先生，有劳了啊！礼已送到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哎，还没说呢，我送了什么？来，这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哦，姐，是你打着我的名头给人送礼啊？哼，不是，我又不爱写字，送个砚台给我干什么？意思呀，是他将来会盯着你读书。太残忍了吧？那还不如使劲呢。我可不想要这个呀，看，好看吧？真好看，这都是伯爷送的。嗯。哎呀。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娘，说什么呢？你说这伯爷呀，也真是的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来行6礼之术呢？想来是父母早逝，不通婚嫁之礼吧？不行，我得去好好给他提点提点。哎，娘，我还不着急呢。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去睡个美容觉。哦，傻孩子，我跟你祖母啊，早就把你的嫁妆备好了，只待吉事求娶。哎呀，周公啊，既然你能托梦护着画画，也请您赐他一段好姻缘吧。